隨着南部科學園區產值持續攀升，就業人口快速成長，周邊巨大嘅公共設施需求也日增加。對此，市府這次的開發範圍橫跨善化、新市甲安定3區，總面積達到375公頃，將規劃完善的道路、公園綠地、學校、醫療以及產業資源服區，打造兼具科技、生活甲文化智慧淪成新市鎮。第二產動土順利，第三產金石有庫，奠基成功。我們的南科 A 到 O 區，我們區段徵收的工程，其實這個區段徵收在我們的行政流程中已經啟動了，所以說這個區段徵收可以說是速度又快，然後又沒有什麼這個爭議，然後又減少很多紛爭。但是呢，實體的這個公共基礎建設公共工程現在正式展開，也就是說，裡面區內的一些道路的闢設，然後滯洪池啦，或者是一些公共設施的建設，現在我們用最快的速度來展開。不僅是高科技產業要用到地，民生也要用到地，所以說這個我們台南市政府，尤其是地政局展現了超高的效率，大家上上下下將士用命，能夠可以開創出幾乎可以說是全台灣效率最高，然後速度最快、費用最省，而且是效果最好的這個區段徵收工程。地政局指出，全區有規劃37.6道路甲13座公園，其中有10座公園兼具地方的功能，並導入加長期的開發設計，兼顧防洪、生態甲永續。完工了後，將會有效提升南科周邊的生活品質，串聯南台灣科技 S 廊帶，為地方發展注入新的動能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